但人工智能似乎無所不能，甚至可以生成照片，贏到攝影比賽。創作呢張 AI 相嘅德國攝影藝術家就希望引發大家對人工智能嘅討論。呢張睇落用單色攝影技術拍攝兩個女性嘅復古肖像相，上個月喺索尼世界攝影大獎比賽贏得創意類組別第1名。創作呢幅作品嘅德國攝影藝術家柯爾達格森喺大會公佈賽果之後，隨即喺社交平台發文，感謝大會頒獎俾佢，並形容呢個係歷史一刻，指出今次係第一次有人工智能生成嘅圖像贏出國際攝影大賽，揭露呢一張相並唔係由攝影得嚟。又話呢張圖片睇落明明有啲奇怪，反問有冇人知道或者懷疑過佢係由人工智能生成。有30年攝影經驗嘅柯爾達格森近年轉向人工智能圖像創作。佢話選擇以人工智能生成嘅圖像投稿係為咗測試攝影比賽評審係咪準備好應對呢一啲圖像。柯爾達格森參加嘅攝影比賽組別允許編輯同合成圖像，不過佢認為人工智能生成嘅圖像並唔係攝影，所以拒絕接受5000美元嘅獎金同相機等嘅獎品。希望咁樣做能夠引發外界探討人工智能圖像同攝影之間嘅界線。無線電視記者梁永山報導。